發出啲難聞嘅酸餿味，永遠都係老奔馳嘅痛。嗱，呢部咧係2011年嘅奔馳 S400，車主開呢架車，覺得啲味道非常之難聞，尤其係朝頭早第一次着車嘅時候，一開空調嗰種難聞嘅氣味令人作嘔。咁究竟係咩原因導致呢台老奔馳發出咁難聞嘅味道呢？其實罪魁禍首就係呢啲分佈於全車嘅隔熱棉，由於已經有10幾年，原先嘅呢啲隔音棉呢已經係老化，所以呢啲酸餿味就係來自於呢啲隔音隔熱棉。咁究竟點樣先可以解決呢啲老奔馳嘅酸餿味嘅問題呢？其實有一個最簡單，亦都係最徹底嘅辦法，就係將裡面嘅所有座椅，包括門皮，仲有中央手枕、儀表台，全部拆出嚟之後，然後將所有嘅隔音隔熱棉剷除，同埋咧徹底清潔內籠，將所有嘅殘留清除乾淨，然後換上呢啲全新嘅隔音隔熱棉，一塊都未夠，要2塊。黐完呢塊底之後，再黐呢個面，咁樣就可以徹底解決呢個酸餿味嘅問題，同埋咧整車嘅隔音效果亦都得到提升。嗱，呢啲老奔馳嘅酸餿味咧，唔單止難聞咁簡單，由於含有大量嘅有害氣體，所以如果長期吸入嘅話，對身體係有影響嘅。當你嘅老奔馳有異味，就唔好再強忍啦，一定要及早去處理。我維修奔馳25年嘅彭 Sir，幫你慳錢整 Benz。